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来的个节目。今日大家来小解嘛，解咧小解立刻欣赏嘅一本新书哦。哇，两本书啦，立刻欣赏之前嘅创作，非常系冇强容。所以咧，今日东方宇就得邀请立刻欣赏咧，来到节目底度啦，大家好好咧分享一下两本新书哈。所以大家来分享呢个立刻欣赏，分享欣赏，同大家问候一下。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。今日非常难得来睇见面。今日讲嘅神命嘅吉藏，係我北宋社最後一本書，來睇下見面。感謝各位。耶！哦，一本書其實喺9月8號星期六那一天有一個新書嘅發表會。最後一本書。最後一本書。就結束。就結束嘅。不過一本書吼，基本清歡喜做嚟同大家嚟分享。一般來講係咁樣，因為你會訪問作者嘛，吼，你就會先讀書，從某啲書嘅讀睇啊。不過公司採訪吼，我讀一本書嘅時間吼，是都挺辛苦，會冇呢？實在係是，所以前面個是你一摩托啊，嚟塞起則係嘅人嘅。個測理個測得咧，我見過嘛個路線冇入唔來。真嘅，無所謂。你看一本書嘅時間，看到後背中間讀後背嘅時間，你就會知道清有意思。不過有時候還要往前翻一下，有冇看一下先生的解釋？先生，你做啲簡單同大家嚟分享一本書冇？簡單嚟講一下，你係用嘅一本書。好，生命嘅創立本書係我一生以下。17本長篇小說，佢最後一本，我前面是寫嘅亞洲嘅文語，我個故鄉嘅太傅嘅翻譯啦，但因為老年以後，我嘅故鄉嘅亞洲，亞洲轉來以後，好多我就公幹嘅，我最後都寫嘅公幹嘅故事，出嚟係生命嘅結藏嘅。你係記法呀？係一冇上到，書寫好嘅或者漢語三部曲嘅體藏嘅是咩嘅嘅體段出咗記法，如果講嘅以上係一個結藏生命做一個記憶，你係老年之所自家嘅故鄉寫嘅記憶。不過我嘅寫法咧，一般冇講出講。凡乜生物我都不用入去，錯。就講除了人以外，動物、植物都放入去，以主體性來發現。唔係講人嘅客體，佢本人嘅主體，加個主張。那分別起嘅，那因素嘅時候呢，動物同植物用客體。人嘅咧是用因素體，所以你一方面分析以後咧，睇下統計咧就簡單嘅啦。係因為我講統計嚟就簡單嘅係冇，我係睇冇按簡單吼，因為講啲嘛，因為其實一本書就像先生講嘅，底度嘅主角唔係只人聽聽，有冇有李馬、魯曼，有冇好老樟樹、松毛樹、蟲牙象。錯，山豬對，有冇還有錯嘛哈？底度每個角色都是以第一人稱出發，同大家來分享。故說真正係天地萬物的角色都在這本書裡面咧。真係講，行家哦，係講而係到魅力給人公幹也好，調分也好，你會知道，先生，人家故事青島會知道係我們身邊跟給人發生嘅故事。所以講，你阿基法要提到嘅非常重要。人類存在，因為所有人類所有嘅生命當中嘅人類先聰明啦。所以佢呢個方面唔會想到人嘅生命配嘅咩生命，所以完全用人嘅角度嚟看生命不公平啦。因為一個生命體咩？同樣你會出生，會不平嘅，會死亡，食物也會。用陽光創造人嘅營養品，個生死同樣，所以講理論上咧，
运动可以非常交合。按你讲，虽然不用了解，只要有点我了解，那小个机会可以，小个10年、20年，你老两个老机会、老叫古、老叫嘛哦。伊我相同啊，还你可以相同，所以你运动较谦卑啊，谦卑的面对万物。真的，因为看欣赏给书的时间，你懂也不会吃到，一本书低度下都可能会轻度，你会觉得你会知道，其实按有个故事跟你身边会发生的事情很像，轻松有冇？而且好像就是像在欣赏个日记汹涌有冇？好像是哇，每天都会发生的隔壁邻居的事情，不过。那一部分你会知道，哇，欣赏在这里面写到的，就是你可以跟植物对话，你这对同植物的讲法，同的来讲法，因为就像欣赏讲的，在这里面大家都是平等的。所以老师，你分享这一本的写作形式，实际也一点哦。有20-30年前 ，ecology population，生态人口，生态上。人脑通出个人口之一啊，所以个人将万物当作两个资源，跟人去擘开个资源咯，所以个人较谦卑，那个主要个思想个来源，人较谦卑，那万物属于人资源。真嘅，不过看一本书嘅时间，你们知道好像很多人都会认认识嘅，系冇？我有按嘅感觉冇？系啊，另外一方面，没发现没？对于这个地球。深海生态嘅係哪一種動物？叫乜？考試希望愛啲人類，完全正確。係啊，對這個生態地球，上海千里海是人物，是人類，所以人要反省啊。人一個生命，叫為主嘅其他一個生命，按你個態度。冇唔錯啦，因為過去大家有一句話會按講嘛，大家會講人是萬物之靈嘛，嗰時候就用欣賞講嘅，所以他會驕傲，因為佢吃到氣氣。所以人家講人為萬物之靈，有一個人為萬物之惡。嗰時候唔係人為萬物之靈，其實欣賞講嘅是惡的來源，錯冇？不過講實在吧，因為一本書其實佢唔係真正從過去看過嘅長篇的劇情片，唔係按佢感覺。嗰時候裡面講的好像是那種沈發低度輕描淡寫嘅小故事，有冇？不過你真正看起來，其實就欣賞講嘅，你非常的重視大家係平等嘅，因為人類帶來青島嘅破壞。對於社會也好、環境也好、自然也好，我在這裡面很強調這一點。好，不過欣賞你會知道，一般來講，過去欣賞嘅書，也係講欣賞直接分享嘅，像嘅你大概都講到反抗哲學有冇？反同嘅理論有冇？不過對一本書有冇？有冇？比如講你過去嘅創作有冇？你直接會分享按用反抗嘅理論，不過一本書對都有冇？我呢本書，你按你講啊，我哋反過來講，但另外一種反抗人將純粹嘅當作一個產物，按你嘅想法、按你嘅思想、按你觀念去反抗它。喂，你萬物平等嘅態度，按你一看，所以我哋地位雖然寫到吃物、寫到動物，我也會寫到人類之間。比較弱勢嘅，像我那個兩個退休嘅莊秋涵、詹信凌，親戚來嗰阿珍哦，佢嗰個自閉症佢按那個人，佢用去幫助佢。而家求得一個生存一個幸福。不過欣賞我會知道講，其實喺講有讀欣賞嘅書嘅，你也係讀一本書，我會知道講欣賞你在書裡面對於細妹人女性的角色有特別強化呢，有冇？你知道對，像底讀講到嘅就比如說，佢會寫到嘅夫妻嘅妹啊、美元呐，然後過去嘅書嘅種蘭菜下嘅春天，講嘅也係細妹人嘛，哦，裡面也講到夫妻的女兒，像我剛才有講過美元以呀。老公就突然消失了，有沒有？黑某就會這個詹信凌以本身的故事，所以欣賞你對於女性角色的刻畫，來感覺特別的去強化佢。你係點？所以咧，那個生命嘅
从生命嘅人嘅曲线哦，可能係在南五嘅強弱嘅分界點哦，你有發現咯？但最重要嘅講法喎，21世紀嘅第一性是男性哦。第一性係男性。21世紀啊，21世紀嘅第二性，現在第二性是什麼嘢咩？那21世紀也有第一性是男性哦。因為我講咯，根據生物嘅研究，人嘅剛剛發育嘅人嘅懷孕期哦，錯，你生物嘅結構比誰來要好？比誰來好？聽一點，頭擺誰來我下會爭權利呢？我用武力啦，你要按電鈕啊，生物比誰還要按電鈕啊？所以以後沒有靠人嘅蠻力，係靠智力。生物現在比誰來還要清醒，做事還要專心。所以未來世界，生物雖然研究小時冇，還是更多咧。另外後生你看，現在像30歲、20歲以下嘅哦，將來以就是唔會落模式咧。我生物研究世界，我安尼感覺。你愛用嘅感覺，因為先生，因為以前感覺以前嘅農業沙比嘅時間，那時候好像比較靠腦通，有冇？就會知道哇，誰來人靠腦通，有冇？不過轉到亞哈，你做的，你慢慢去看一下欣賞下個創作嘅作品底度，就知道在這裡面會特別去強化生物人嘅角色，而且會覺得不是只是以前看到他堅毅嘅這種性格，我發現就是因為以女主角的立場去看青島嘅事情，在尤其啲亞本書底度也係按我嘅感覺。你還有進一步另外一些係個人嘅一生嘅思想有關嘅啦哦。一般人講法哦，就講國族為中心嘅做男性嘛哦，認同 identity 認同推嘅做母性啦，愛因為愛從漢雅開始寫嘅認同母土哦，認同嘅問題，愛因唔係按呢個相對，愛認同嘅母土係比兩個相對高一級嘅東西。因為我有句話，生命類似大地，大地的 nature 呢，英文嘅字詞叫做 mother nature， 土地的 mother nature，所以生命亦不能產生，土地不能產生生命，所以有土地嘅代表 mother 阿妹，所以阿妹要有生命，所以土地。生命，土地阿妹生命係存在一個循環嘅象徵。那按呢個角度來看，土地的母親，所以嗱個咪民族國家同土地認同相對，嗱個意思嗱嗰一級嘅。我說真嘅，迄個你有談過欣賞嘅分享，大家就會第一就欣賞講嘅土地生命母親母親就會欣賞創作，所以講嘅迄個。我講了，我要知道嘅係創作嘅很重要嘅3個要素，我嘅感覺係按容易。不過還有乜嘅故事，做得行下都同大家嚟分享，聊一下嘅，等下我仲嚟講。歡迎在啲繞場李巧先生嚟到節目底度啦，大家來分享吼。先生，你真嘅請等一下誒，因為大家都請尊敬先生，就會講先生你係小說家，你講你唔係小說家哦，跟你係胡思亂想家。胡思亂想家，唔過講到鴉片，我真嘅有一隻輕重要嘅問題，想去問一下先生，有我知道寫作感覺上有兩種嘅分別，有一種就會以寫小說，其實講愛係小說家，故說愛寫小說，有冇哈？你講嘅速度咯，有速度嘛？有冇？另外一種就會講，其實愛唔係小說家，唔講愛寫東西，唔講愛寫東西係借由愛寫東西嘅歌唱，其實是一種自我嘅療癒嘅按鈕嘅歌唱。老師，因為你說你是，我講你係小說家，你說你是。胡亂說，今日嘅主持人哦，總係作到嘅，
来作多。其实也唔係啦，因為我有條款啊，有條款有作多啊，大概你求什麼下狀元嘅本質本作多咧？分享從來有一個講法，小說說的人有兩種，第一種嘢我客觀，所以認聽講愛係個小說家。另外一種呢，就將切家嘅真正嘅神心嘅感覺寫入去，甚至也將下說將內心嘅衝突、悲哀、傷心、痛苦、恐懼寫上去，係一種寫作係一個對自我治療嘅方法，來送人聽一種，所以唔叫咩作到，係真正冇作到嘅感覺，真嘅。誒，唔過按用嘅感覺就係喺講看先生嘅書做的了解你內心嘅發展，對，可以這麼說，對不對？可是先生因為像我唔會寫東西，我也唔係小說家啦，吼。不過有聽到嘅某項，像我就會寫日記。寫日記，因為寫日記嘅構場，其實你就會對根本嘅，也係你嘅心情，你遇到的事情，你會在寫日記嘅構場底度重新反芻，然後自我治療。對我是覺得一般嘅人可能會有按樣嘅構場，不過可能欣賞在寫小說嘅時節，也會有一個按樣嘅反芻的一個過程，也係一種反省嘅過程。有兩句話，嗱用一句話去實際嘅經驗嚟講，前一節談到南菜係春天咯，但本來寫南海係春天咯，佢詞嘅人嘢哦，佢可以補給以前準備一包嘅嘢，刮胡刀，佢準備補給以後，佢說切麥，我吃晒了。下多個就係天氣用心過，咪本來按你計劃，下多個就是哪個主角反抗來啊？哪個我吃晒，哪個有錯？錯，真正嘅睇到絕對係冇講話嘅，係哪個佢吃晒，佢唔係吃晒。嗱有一篇文章講，佢就南西下哦高曉嘅愛。唔過先生，唔過講實在話，先生家講愛講嘅話，我觸動你嘅。唔過先生按用嘅分享，一觸動愛嘅，你愛就知道愛唐先生按用講嘅時間，愛就知道，哇，真嘅係很抽象啲嘛。因為大家就想講，你要用嘅去理解，你要用嘅去了解一個作家嘅心情係按用嘅。佢在寫作的時候，佢要安排好結局哦，佢就像結局係按用嘅嘛，結構係按用嘅。唔過你嘅下到後面嘅時候，你寫不下去了，因為主角不給你按鈕下。老師，這很抽象。所以我另外有篇文章寫過，那個下作歌場遊記論。下作歌場遊記論，有人講嘛，作家心態前你可以上，就是上，可以寫出嚟是完全錯誤，乜個人物，乜個人物，讀到乜個背景。發生乜個事件，乜樣嘅觸及，乜樣反應，有個自然嘅東西，作家只能夠當深信深意，緊緊嘅按你表現出來。這係一種嘅信念，錯嘛？一種信念，對不對？實際上，這係一種你寫到結局，一種內心的一種編發嘅過程嘛。這裡我就講，作家當然之後，作家嘅書籍只會點。小說那個英文我都 fiction 是虛構嘛，吼，小說的虛構，但是那個小說家嘅兩個書一點，只有書一點，審視係比較當嚴重哦。來面對個材料嘅審視，下作嘅時間也太多審視，你用詞嘅結構去審視，你嘅結構去審視。加人都提，你用兩隻詩發表唔得，你是按你嘅結構發表唔得，佢就唔審視了哦。真正審視就講乜嘅背景、乜嘅事人物，讀到乜嘅事件，乜樣發展，按你過程，所以完整而實施嘅。所以作家咧，我當謙虛面對作品，就按你講法。故說喺寫作嘅過程底度，係你嘅思考影響到你嘅作品，保密也係作品。算過來影響你嘅思考，對，係高曉人愛。高曉，唔過以面愛聽拜堂先生有愛用嘅分享嘅時節，我的內心衝擊就輕太啲嘛。佢就想講，因為愛自己唔會寫東西，我也唔係小說家，我就想講係一種嘅用嘅個心情，就是講像編劇也強用，有冇？你寫個劇本嘅時節也係強用，就
电视剧剧本，也是用的心情，就会你对按用给剧情的走向，其实你有行一定的一个安排。可是到底是用的一种心境，用的一种心情，从作品反过头来，样样都来给思考。或者说，老师就会觉得哇，像蓝采和跟春田，最后是那个女主角。你说教训了你，教育了你。你要天师就比较困难，天师那种，协力完成的，还有给我用的资金的多少，技术的多少，以给人的拖延的目标，也是无很简单。你小说还简单。白痴个下硬的，只有一点，你甘愿来照硬的生意下发表唔得，冇相干，你有安尼嘅选就冇问题了，就冇问题哈。你们应该就是欣赏最真实这个按你心路历程嘛，从嘛。不过讲到鸦片吼，也系老师创作的一个歌唱。不过亚本书底度有一些清有意思的地方。欣赏这本书，亚本书底度用到青豆的客家话，客家诗。真经对不对？这题意。你都还干嘛？好，题意要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称谓啊，有冇？的啊，有冇？台书的啊，有冇？那个鲁满呐，然后散族啊。老师，你在这里面有帮他们自创一个他们的称谓，从冇？你一定要出顺心是通过人啊方面吼，第一点，来用人物嘅主题的事实观点，就你来讲的时候，用引述题来写，用通知符来是用黑题，也出一点。第一点名也是来创的哦，来讲的，那个诗里面的是那威廉福克纳加个人加个书有两种诗题，有两个方言的啦哦。你系做种来这样创的啦，就讲人物来讲是你我他们哦，系啊，通知符呢只有爱。你让他呢用同章诗，嘿，你让他用嘿，冇错。我说，我看嘅时间，我就会看到鸦片，会翻到鸦片，就看一下；看到鸦片，我翻过看一下。看到嘅称谓又买冇嘅，乡亲朋友也喺这看得到哈，就会吃不到啊，也係雕嘅鸟类啦，对不对？哈，形上就有某不一样的称谓，而且那个发音也不一样。超嘛哈，老师这真的，老师这是你自己创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是不一样的。这本书还有一点投机的地方啦。小说个写法比如做那后现代的，后现代小说呢，出现一个剪贴布叠起来，一段来一段呢可以无关系，做点无关系，一段按你想法，所以我地方用的呢有一点日本的古代的戏剧很多连结。连结当中哦，从完全无关系插一段的古代嘅那个。素颜梦影嘅人物嘅跳出来讲法，然后前面冇关系，地波就用了假段，安尼方式。真嘅，也就会欣赏啲底都有讲到哈，其实佢下到按到嘅书，按到嘅小说，哈，其实都尽量去创造某种嘅形式，对，好，因为古时候欣赏就讲哇。也係佢最後一本按勇嘅創作，也要用咗較貼切嘅形式來呈現按勇嘅一本書哈，我真係係挺有意思哈。不過哇，欣賞青為很多故事，青島嘅故事都得同大家來分享哈。所以係潮台啊，請你哋鄉親朋友哇，係講係談故事嘅，家去聽比茶聊一下，等下陣仲嚟講。歡迎做啲分享，李巧先生呢度節目啲讀落去，大家來分享了解嘅新書吼，生命劇創吼。我先生看到先生按到嘅書哦，其實都發現到一件事情。在上一段節目我有講到，老師特別強調女性西門人按用嘅角色。我除咗西門人按用嘅角色，還有一點就係弱勢。關懷弱勢，就像這本書，你會知道講，人要謙卑啊，你總得按驕傲啊，因為你說樹啊，對不對？魚啊、山竹啊，都是平等的。在這裡面，故說老師要幫我們分享一下，特別關懷弱勢這一塊亞部分。你係硬嘅一成嘅看法咯。
喷水卖个，你也只主角来当劝，佮快干、贪官污吏佮快爽人，用的比得上主角，助推人作物，叫我以身体本人营养，用比上主角咯，所以你还是一个万物平等的概念，也系我个基本的思想，两个基本，因为我出世呀。也係安尼，吼，就一個弱勢態度。嗱，記得呢度嘅文學嘅理論講，作家要有那個仁愛嘅精神，要有安尼體恤弱勢精神，嚟上做事。我愛身高，我不能做弱勢，我自然嚟關心啲咩安尼啊。所以我作品當中咧，都每一篇都差唔多，對弱勢嘛用下到心，我用下到。不過，我讀欣賞一本書嘅時節啊，你一開始按用讀到最後，我每個時節欣賞按用講吼，欣賞講，最後對人類致意，吼，你講個人對人類完全絕望、前望，欣賞你笑吼，你偷偷的笑吼，不求救贖，因為個人得救。无意义，好，不要来生，然后众生痛苦无告，独善何忍？就回到无己存在可也，忍不住，还是祈求人类多爱护由于形受悲情万物，不要太伤生存基地，地球跪求。老师，你这段话，我真的是看到最后一页这段话的时候，我的那个整个感触感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我一开始看的时间，我会知道，也是欣赏，好像是一个写美丽、公干暗用的故事，一些好像我们在乡野里面会看到的一种生活独度的故事。不过看到老师在最后几句话讲到阿利亚叽叽巴的时间，我就知道这是老师你。一生人写作到这个时候，一个心态的感触安样呢？你要是讲，可能我记得我拍档40空岁时是高雄医科大學，有一場演講吼，都同我演講嘅時候，佢報紙電講，肺數啊，每日差唔多幾千個生人嚟餓死啊。當時我講一句話，我一生人。是的，跟上係咪50上歲，還是50上歲，又有飯吃，我偏有醫生，俺怎麼追求個人嘅那個修養，到時係咁講當建設喎，佢剛剛出世嘅生意，佢養嘅可以讓人餓死啊！我就按你個心情哦，我可能因為我從細就去到啲窮困狀態嘅啦，對窮困安尼嘅嘢哦，嗰個情況一生已經按根本係按好。係按落，係你供養嘅心情啦，供養心，所以講嚟講，供養嘅生命，養嘅有人一出世都千萬財產，有人供從我出世，佢養我一受苦，安尼從細受病咯，所以按呢個想法之下呢，嚟說會產生一種最先可以講，生命係痛苦嘅，我規則觀念，生命就是痛苦，痛苦就開來。痛苦結束，然後還講句話，痛苦的人生，我尋找美嘅意義嘛，嗰度真感受人間一點點嘅痛苦，我一點點嘅哦，冇多少能力咯。生命的意義，感受人間一點點痛苦，你回答我，除了以外，還有乜個意義咯？所以按你觀念下，今日我是到80多歲，可以當然。我個人係非常感謝神，感謝妻子之恩對我都好嘅，使到安樂死哦。但是可能攰到沙飛嘅中下層嘅痛苦哦，你都發現個求得自然得救啦，我來生咯，就講，你係點樣冇時間講啦？我本來係佛教要去當神，佛教嘅經書係統一到。後來呢，有各種讀使用雜學嘅呢，係到60歲要兩世，60歲兩世，我哋做一個基督徒，我係59分
高徒，乃基督徒，但是作为基督教徒乃只有59分，那是59分。但是，不过嘛可以讲，乃都有一个方法，生命当有众多条件之下存在嘅，所以生命的体量要谦卑呀，要谦卑，对唔要谦卑嘅要对抗。耶稣行嘅态度，安尼态度好像生命啊，前面说了很多些，嘛个难听嘅说也生意上要做嘅事情都做得，所以佢成很多上，我就求內生用嘅但係冇得救上嚟個，但係希望。所以對人危害地球、危害成個生態嘅人類啊，所以最後說你馬很多嘢，最後個跪下來求人類啊，莫將人嘅生存嘅基地啊，傷害到人哋樣嘅跪下來求，係人哋想法。真嘅唐先生講，我心情真嘅無窮。先生你真的很會說哎，我真的不你講到情感通就按容易。你們來看先生下這幾句話，真心話，我是真心話，因為我現在85歲，有這個權利講這個真心話，也真心是這樣想。對，同樣的人一出生的時候都是光光的一個人，為什麼一個人一輩子受盡榮華富貴，某的人一輩子就苦的這樣子，苦還不要緊，還不斷的製造這個毀滅性的土地跟武器，人點一個空跟一個主骨，99.9嘅數據嘅供應，全世界都供應。今面嘅資本主義咯，共產主義供應啊，共產主義只不過一家親啊，所以對人類嚟講很悲哀啊。不過老師還是請等一下哈，因為我看到也吃到老師講完全絕望啊，就回應先生講，我沒吃到。我跟人生係完全的絕望，有冇？先生，你做唔得，你做唔得，你做得，你做唔得。先生說，你還年輕，你還後生，你做唔得絕望啊，係咪啊？容易。不過其實我知道講來講去就一個清楚一個觀點嘛，就會講，其實老師講嘅就按用嘛，關懷弱勢嘛，大家係平等嘅嘛。係講你嘅順差同我嘅順差都按用嘅社會也好，地球也好，大家做對強比同。謙卑跟虛心，還有平等嘅大前提之下，每個人都可以盡一點點的小力量，就是先生講嘅，讓一個力量。你講嘅比例上話含那事實，含那可行性，所以後生人好多，今年嗰班嘅當前比。我講我睇期待你啦，我講我睇期待。唔可以，先生。人嘅人生哦，大家出道嗰啲做道理，將人間嘅不平衡嚟到較平一些咧，就會快樂。先生講嘅反抗哲學，也係按用嘅道理嘛，你就會反抗哦。唔過聽上老師，你如果開口咁做得啦，你按用將係開口講嘅。同大家來分享，嘅時間各位請假吼，我有件事情要夾講係嘛嘅咧，就係基本人看博起來啲節目嘅人哦，要博起咧哦，用嚟講，因為基本人要送一本先生嘅書，吼，嘅有題目對不對哈？每一下吼，係講這本書誒，它主要的地點係講到哪邊嘅故事，美麗公館，係嘛？美麗公館哈。故所咧，係講伊哋播起來嘅臉書面書留言，亞本書嘅起點係啲美麗公館，你就有機會都得到一本李巧老師親筆簽名嘅一本書哈。還有最後還有9月出版，有啲美麗有新書嘅發表會。有哈，所以所有嘅鄉親朋友係講你要機會得到李巧先生兩本書，記得去到不去來嚟嘅面書留下兩本書講嘅題點係美麗公館，還有9月出版8月嘅有兩本新書嘅發表會，吼係講有機會大家又多多嚟參加啦，注意哦。今日真嘅請感謝先生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新書，老師感謝。
按姿势。好，天天下来做嘛个咧，做运动了。